kamoko nananaman numita inachilai kalhawi pakani tini i联动用法ko minanaman numita anini好以名词的分类跟它的用法这个章节都很重要哈。那我们现在呢，我请大家看一下我的 PPT 哈，请看一下这里。好，这个怎么有声音哈？好，有看到我的那个画面吗？妈妈懂，妈妈懂。好，我不晓得在座的老师对那个词性词这个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一些跟词性相关的一些认知哈？我们在学习语言的时候呢，很重要的有几个词性啊。那我问一下哈，我们先看一下大纲看看哈。名词的分类，你们有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名词有多少种不同的名词哈？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名词在句子中的角色跟它的功能，这个很重要哈。第三，那么后面有一个叫静态词跟状态词，我们的练习。今天我们能不能上完？我们试试看啊。如果我问，好，我在座的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如果我说副词，你知道什么是副词吗？只要写语言的东西比如说在将来我们在英文里面呢，我们都只要写英文的文法的人呢，只要写不只是英文只要写语法或是文法，中文也有中文的文法，英文也有英文的文法，阿美语也有语法，只要跟语法有关的东西，那个词性词类我们一定要懂。如果我们不懂词性里面会有一些关卡只要跟语言有关系，你都要大知道那个是什么词什么词那大家比较熟悉上一次我们讲过动词是什么是动词，当然是有行为有动作的词嘛，对不对？比如说米巴洛米扎溜罗马嘎这些叫做动词那我们在英文有一个名称叫做八大词类什么是八大词类？有没有老师知道什么哪八个大词？那八大词类是哪些词类不晓得在座的老师有没有听过？八大词类比如说有名词、代名词、指示代名词、指示词、形容词、动词、副词，这个感叹词以及这个副词有没有讲过？副词形容词这些什么词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都听过？那八的名词、动词，这个人称代名词这些名称只是代名词什么这些词类我们写语法的时候都要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形容词这是副词所以这个词类在写语言的老师里面都要懂得什么是词性最近几个专家学者呢，在台湾又出了同一个模子中央这个人民会出了什么主语的词类跟这个什么词类跟这个阅读什么的他们出了语法书，但他专讲什么词类而已，所以那个词性呢，我们只要跟
语文有关的那个词性就很重要，所以我们常说动词是什么？主词啊，主词一定是名词相等语啊，受词也是名词相等语。所以我们今天要谈到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除了动词以外，谓语之外呢，第二个，现在我们要谈的是名词的分类啊。然后名词在句子中的角色跟它的功能。第三，什么是静态词？没听过什么静态词啊？什么叫状态词？有的是因为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创一个名称出来，不然的话我们都不晓得怎么说哈。哎，状态词这样子。外国人跟汉人的没有这些词类，因为他们自己定他们的名称哈。可是我是学过语言学，我也学过英文，我也学过这个修辞学的东西哈，所以我们这个词性的东西，我们都常常会碰到哈。但阿妹学文法，大概只有我一个学文法，但是呢，别人没有的东西，我们有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给它定名称？可是我看了别人的书哈，没有做过名词的分类啊，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分类，也找不到分类。但是呢，我们阿美族，我今天要让大家知道阿美族的分类是哪一些哈。好，我们先看一下，请各位老师，哎，这个画面，我的画面够大吗？还是说这个画面是小的画面？老师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吗？我看我放大看看哈，来看一下，举稍待。这个是这样，哎，这样有没有比较大一点？有比较大。好，请看一下这个分类，请看第一个。请问老师，你们看一下啊，以下的名称你能分类吗？请看一下，你看这里面哈有几个字啊？名词，罗豆是什么？罗豆是名词，都是名词啦，这些全部都是名词。是。罗豆是山，对不对？那弄呢？水。罗马是家。for s 星星。for 定是鱼。那么人民。达嘎绕或是达拉高高。喜闹人。surit 可以翻成字或是字体啊。发答案是马泰安。阿萨萨是病痛。沙巴斯是桌子。ledek 就是把树把它砍的意思啊。shishit 知道什么是 shishit 吗？擦掉。OK。好，这么多的词类，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字那是什么名词？你能不能分类？现在问题在这里，从来也没有看过那个语言学家哈，在台湾语言学家把阿美族的那个名词分类成哪一些名词，所以这个是很难度的。我在研究语言学的时候呢，奇怪这个也是名词，我们要怎么分？像英文的话呢，我们就会知道说它有专有名词，有普通名词，有物质名词，有抽象名词，还有集合名词。他们英文有5种名词，都是名词啊。刚刚再讲一遍，你听一下啊。普通名词专有名词，普通名词，还有不能数的东西叫物质名词，还有呢集合名词比如说 people， 他说 family 这个字啊，家，它有集合名词，就是说可以当单数也可以当复数的字啊。比如说 people 是人，也可以讲民族啊，这个叫做集合名词啊。还有呢一个叫这个抽象的名词。那阿美族呢，你们怎么分？用什么方式来去分呢？英文是用数字呢，可数不可数。你看了 water 是不能数，就不能加 a water， 没有 a 的这个字。book 这个字是一般名词，所以 a book 可以用 a 这个字。这是一本书 ，this is a book， 一定要 a 一本书。所以呢，这是
这也是一本书叫 This is a book， 你不能说 This is book， 不可以。可是阿美语呢？不，这个就是一本书。你看，这是水，怎么说？你不能说 This is a water， 不可以用，因为它是要用，它用的是单复数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一样的名词是，原来这个 book 是可数的，所以可以前面加 a。如果可以数的，后面加 s 叫 books， 后面是 books 啊。但是水呢 ，water 可以加 a 吗？又可以加 s 吗？又不可以。这个叫做名词的特性啊。但是有没有人想过说，阿美族的可以加 a 吗？可以加 s 吗？也不行，因为不一样的名词是不可以，不能用同样的方式了。就说英文可以加 s， 我们阿美族没有加 s 的字，怎么办呢？啊，好，阿妹，你看看这些，你们的分类，山水，我们看了以后不傻傻，这些都是名词嘛？怎么分这个名词？好，我让你们大家看一下哈。我们的分类呢，为什么是这样分类？请看一下这个哈，名词的分类，注意看第一个，来，请大家念一下呢，专有名词，念看。专有名词：Cimarang、Cikulas、Ifataan、Itaipak。好，这个是Cimarang是一个人名，还有没有？如果你是巴奈的话，你就世界上唯一的那一个人。即便有相同的巴奈呢，可能个性不一样，高度也不一样，重量也不一样。一个人的名字就全世界只有他一个，所以呢，我们称为专有名词。比如说我的名字吉古拉斯卡贡，即便有别的古拉斯，我绝对不是这个古拉斯。所以专有名词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人，或者是书，还是地名，或者是一个机关，或者是某某人，那个一个名词啊，是专有的啊。你看我说美国的白宫还有几个白宫，就这么一个，这个叫专有名词啊。好，我们再看，你看刚才我讲的这个字 ，namo 和答案这个字就是专有名词的一种啊。来，我们再看第二个，来，请各位老师再念一遍。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普通名词，你们念念看。第一个什么 ？lotok、loma、sabat，或者是不是 sabat，然后呢 ，anang，狗呢？有好多这种字，对不对？你怎么知道它是普通名词？我已经想了好几年了，想了7、8年才想出来的，才有知道我们的分类啊。我从开始研究到把名词分类出来，花了好多头发，白头发才想出这个分类。后来一研究出来，用的时候才知道说啊，原来是这个现象啊。那豁然开朗。你们看起来，刚刚我给你那一个画面呢，都不知道怎么分了。再看下一个字啊，念看。我这个是我给它自有的一个名词啊，等一下要说明啊。第一个字是 nanom， 对不对？还有福丁、拉登、嘎瑞、伊纳、法基，有没有？因为习惯伊纳法基还是不生活名词，等一下你就懂了。再看第4个静态词。复杂了有没有？复杂是什么？白色的。达嘎绕呢？高。达罗龙呢？深。阿达达病痛。方炸了。美好漂亮。好，你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分类的话，你知道不知道它是什么样的词？你也不会知道。这个是新的发明啊！你等一下你就一用你就知道了。我解释以后。最后一个叫状态词，这是我给的名称。阿美族有5种名词，状态词那个叫做 surit、balu、stik、faza、tangui。你们要先看书了，如果你没有先看这个，
因为我昨天早上就已经播出来，如果你有先看那个名词的这一章节的话，你就应该今天上课就容易听得懂了。如果你没看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压力啊，读起来上起课来。所以你们可以翻开我的那个语法书啊，179页啊，179页到这个这个好像是到228页，这边是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好，你们读起来很容易，老师说专有名词你就说专有名词，普通名词就普通名词。哎呦，生活名词第一次听过。等一下，我再告诉你什么是生活名词，为什么称为静态词，还有一个状态词。美国人所称的静态词跟我们阿美族的静态词是不一样的啊。我们再看下面的一个，请看一下，先看一下总论哈，名词在句子中的角色跟它的功能。请看第一个，我随便讲，刚刚有一个 lodok 是名词当中，你看 lodok 这个字它是一个普通名词嘛，随便讲一个普通名词，这些名词有这么多分类了，有5种分类，我随便找一个 lodok 这个字，只要是个名词，它在句子里面就可以当谓语，就可以当主语，它也有当宾语，也可以当修饰语，也可以当副词。你看一个名词有那么多的功能。第一个以lodok为例，请看，这是一个单位，你看，请各位老师念一下好吗？这个第一个句子我看看，我就找几个，我们轮流念一下哈。第一位是好，那个王义杰老师，王义杰老师有在线上吗？是不是我念错了吗？王义杰啊，没有在哈。好，那我们就理事长来念好了。吴连成理事长，第一题哈。当谓语的部分。哎。Ulutoku sa etipano niaro ako。好。Ulutoku sa etipano niaro ako。我的部落的西边是山，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的句子啊。好，为什么它是谓语？我们以前以为谓语只有动词是谓语嘛，对不对？可是呢，名词有 o 的时候，它就数个标记放上去，它就变数语，那变成谓语。你看这里 "go" 这个字是个主个标记，所以 Ulutoku sa tipan 西边就是山啊。Ulutoku sa tipan Uriarko sawalian 都可以。Sawalian no niaro ako， 我部落的西边呢是山，所以呢，它现在呢这个 Ulutok 这个字，它是一个当谓语啊。不晓得各位老师这样简单的说明就能不能理解啊？好，这个 Ulutok 在这个句子里面，它是个谓语的功能，所以 Ulutok 这个字可以当谓语，那你一定有 o。所以说这个 o 叫做数格标记啊，当数部里面的一个，后面当然是加名词了，所以我们叫做，它也是个名词标记，但是它放在句子的最前端的时候，它是一个数格标记，后面加名词啊。好，下一位老师，请你念一下，这个季红老师哈，季红老师在吗？第2季可不可以念一下？大嘎啦嘎绕咕噜杜努沙地棒。好，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吗？西边的山很高。OK， 个个都很高哈，每一座山，大嘎啦嘎啦，因为一座又一座，好，就说大嘎啦就是高嘛，一座又一座的山都很高，就说你看看这个现在呢 ，lodok 是山，所以呢，现在 lodok
这个句子的谓语是 dagara-garau， 现在的主语是 gulodok， 所以呢，这个 lodok 这个字前面是当谓语，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什么？你们发现这里当什么？主语。啊，对了，现在当主语，因为 gu 这个字后面主格标记后面就是主词，对不对？啊，所以呢，山个个都很高。什么的山呢？西边的山，我们东边的山都海岸的山脉比较矮嘛，啊，西边的山都很高啊，中央山脉都比较高。OK， 你看罗多这个字，它可以当谓语，它也可以当主语。来，再看下一位啊，苏贤老师，林淑贤老师，你先念第3句看看。はい。第3题。Mifuhan tulutuku palalanay tulalan no jinanamay。吉那马赖火车了哈。翻译一下看看你的这个句子的了解可以吗？你富汉什么意思？开山洞。修火车的路。巴拉拉奈是没事，巴拉拉奈杜拉兰就是开辟道路的工人，叫做巴拉拉奈杜拉兰啊，开辟道路的工人，什么的道路呢？火车的道路啊，拉兰鲁吉纳马来就是火车路啊，火就是铁轨了，开火车铁轨的工人呢？怎么样？这个是主词，对不对？巴拉拉奈多拉拉努杰马来，这整个就是 go 后面就是开山洞、开火车那个嘛，这个开辟火车道路的工人，这样巴拉拉奈啊，干嘛？米夫汉多罗多什么意思？米夫汉是穿啊，凿开，米夫汉就是打洞啊，把山打的洞啊。米夫汉这个字叫做及物动词，所以呢，米夫汉多罗洞就是把山打了一个山洞啊，打了洞啊。所以呢，罗洞这个地方，哎，苏贤老师，罗洞现在地方当什么词？有看出来吗？受词。受词，因为米夫汉是及物动词，对不对？比如说我。不要用米放了，我看山怎么说？米能多罗动，米能变成及物动词，所以看的是山叫米能多罗动。我现在不是米能哦，我要把山把它怎么样？打穿啊。所以呢，罗动这个地方在这个句子里面，它会变成宾语。好，当了谓语也可以，当主语也可以，当宾语它也有这个功能。所以阿美族的名词呢，非常的好用啊。所以呢，第8章的不定代名词啊，名词相等于，你就会知道那个阿美族的功力啊。那一章看完，你的功力就增加很多哈。好，我们再看一位林惠美老师，我们看第4个，念一下好吗？好。米勒布扎马朗杜发挥努鲁多。好，鲁多这个也是名词哈。啊，什么意思？就是马让他们去抓山猪。OK， 很好啊，翻译的非常的正确啊。马让主词啊，把马让放到右边的话 ，milber to 发挥 nolodok 加马让也可以啊。这个地方呢 ，lodok 本来是个名词，前面加 no 就变成属格嘛，这个属格 no 它就会变成修饰语，山的猪哈，就山猪哈，山上的猪哈，不是家里养的猪，所以山猪，马让他们去抓山猪。你看这里面那个名词前面都会有一个标记，属格标记后面呢有 no， 都后面有第一个是有 o， 第二个有 go，
第三个有多，第四个有 no， 后面都是名词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修饰前面的法复语，就是山猪啊，马上他们抓山猪。你看这个名词的那个角色有很多的，所以句子中的名词在句子里面的角色，你看看角色，它可以当谓语、当主语、当宾语啊、修饰语，还有它的功能是当什么？好，最后一位呢，林慧琴老师，最后第五题念念看。はい。还有妈妈在巴奈伊鲁多多鲁米阿米阿。哎，哎，翻译一下，就是巴奈他们，巴奈每天在山上工作。巴奈他们每天在山上工作。巴奈对对，巴奈他们，所以我们的那个翻译啊，这个中文有中文的排序，对不对？语序哈，那个我们这个班有没有上过那个阿美语的语序？好像有上过嘛，对不对？有吗？有语序有上过嘛，对不对？有上过。所以呢，翻译中文的时候呢，中文都是主词在前面啊，有时候是把这个巴奈他们每天干什么？这个在山上工作啊。OK， 好，这里边呢，lodok 也是名词，但是你加了地方副词的标记呢，时间副词跟地方副词放了一个地方副词，这个地方这个我们叫的方位标记啊，加了方位标记，它就变副词了。好 ，lodok 是一个名词的 lodok， 前面加了不同的位格标记的时候，它的功能都变化了，它都变成功能。一个呢，一个当数值啊，当数部啊，它的你看了角色当谓语嘛啊，然后呢当主语，又当宾语，又可以当属格，然后呢又当什么地方副词等等啊，有这么多不同的角色跟功能，所以这个名词我们一定要把它搞懂。我们现在先讲一个名词就有那么多用法，然后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啊。这个我是随便把5种名词里面抓一个名词出来而已啊，它有凡是名词它都有这几个功能啊。我们再看一看啊，我的 PPT 没有在动啊，你稍等一下。好，这个呢，我们再看一个画面。我再提示哈，这个很重要，名词在句子里面的功能非常的重要啊。它不，我再啰嗦一下，在英文里面呢，名词它不可能当动词这个位置啊，名词不能当谓语啊。就是我们的阿美族呢不跟英文一样，所以你用英文，你如果只懂英文，然后呢，或者是这个不懂阿美语里面的那个一个用法，或者说你不懂阿美语的人，你叫他把这个阿美语分析的话是很困难，我们也自己都会读起来非常吃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里面就会发现它有那么多种功能。你看看再看下面一个啊。好，现在看下面一个。我们刚刚不是说名词有5种名词吗？其实名词呢，它分成5种。第一个我们叫做专有名词。你们如果手边有书的话呢，在100的，好，先讲到179页，这里全部都讲，我只讲那个。重点而已哦，后面还有很细分的东西啊，没有办法在 PPT 里面讲的那么清楚，所以你们一定要爬书哈，爬了书以后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种功能。你看一个专有名词，它有时候它可以当什么专有名词，你们如果有书手边有书的话，你可以翻一翻哈。专有名词呢，
它也可以当做，你看第一个当人名哈，一个人名，专有名词很多了哈，先看一下好了。专有名词，凡是人名、地名、书名、路名、建筑物的名称啊，是机关、学校等等啊，都叫专有名词。专有名词的话，字首一定要用大写啊，记得这个叫做专有名词。最常用的当然我们就是人名、地名啊，还有书的名字。圣经啊，一定是书名，对不对？中山路就是大写，一定是这个中正路就是路名啊。这个国父纪念馆那什么，这个建筑物的名称啊，比如说白宫也是比如说这个就是建筑物的名称。仁爱国小是不是机关学校的名称？这些名称你都要用大写啊。所以呢，我简单的地方，你看人名 Gulas 这个字，那么这是人名，马让也是人名。但是我问在座的老师，这个是人名，我们人名没有几 Gulas 几那么几马让，不是这样。用在句子里面的时候才要加 G， 记得哈。比如说 Romadeo Gulas， 你看 Romadeo Gulas 可以不通吗？为什么人名叫做 Gulas， 那么 Marang， 在还没有使用到句子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叫人名 Gulas 是人名，那么是人名， Marang 是人名。但是一旦用到句子的时候，什么叫做句法结构？一旦这个名词用到句子里面的时候，你就不得不要加一个 G 或是 za 这个字，这个才会用到句子里面。所以句跟单字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啊，地名也是法达案这个字，你在还没有用在句子里面的时候，你不会随便加一法达案。你用到句子里面的时候，你只要是个地名，你就会变成一法达案，一不送，一呆 bug 啊。它是当地名的时候啊，但是它也是个名词啊。你看了吗？欧拉卡古多呆 bug， 它也是个名词啊。什么时候用多呆 bug？一呆 bug 你怎么去用？那就是语法里面要说明的。所以它只是一个专有名词。什么叫专有名词？就是一个人名啊，地名，法达案是个地名，台北是个地名。你用到句子里面是另外一回事啊，单字归单字，句子会归句子，所以你把它用到句子里面是另外一回事啊，两码事情啊。再看，你看呢，方扎赖朱拉圣经，看我的阿美语法乌拉勒库努说的邦扎，这是一个书名啊。路名中山路，一说干么阿弥达拉，一说古罗马那么，一提了以中山路古罗马那么，你就要加一了，哈。南京东路这个地名，这个一个名，如果呢你没有一没有 u 的时候呢，它就是一个名称而已。这个名称呢，中正路就是一个专有名词，南京东路就是专有名词啊。好，我们再看建筑物，白宫啦、总统府啦、国父纪念馆啦，这些都叫做专有名词啊。机关学校、原住民族委员会这个也是一个单位嘛，机关嘛。国立东华大学也是一个学校嘛，国家教育研究院等等是学校嘛。好，这个我们称为专有名词啊。专有名词。好，我们来做做看哈，请看一下专有名词怎么是使用呢？好，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人名地名就好，后面还有很多就不讲，我去抓最常用的人名跟地名。你看一下这里哈，我问在座老师哈，吉古拉斯公安安努马哥是我们常用的话啦啊，我的名字叫古拉斯。好。刚才问到的是那个什么慧琴林慧琴老师，林智慧老师，请你念一下好吗？人名第一题啊。吉古拉斯公安安努马哥。
好，吉古拉斯画了蓝色的，现在是在这个句子里面有2个问题想请教你啊。吉古拉现在是当什么角色？这个句子里面当谓语，答对了。这个时候只有古拉斯，没有加基，可以吗？古拉斯公安那个可以吗？可以加，没有基可以吗？你觉得你好不好看？你顺不顺从？古拉斯懒惰的人就不会加基。记得啊，在句子里面的时候，人名就一定要记在句子里面因为那个是人名，对不对？古拉是人名，我们都是本来也是人名，但是你跑到句子里面来的时候，你非要加一不可，要加基不可，因为它已经在句子里面，所以句子有句子的用法，一个单字有单字的用法。OK， 好，很好。我们再看第2个陈先生法律师第2句，请你念一下。好，现在呢一样的是人名吉古拉斯，现在是当什么角色？当主语。主语，答对了。你看，一样的是吉古拉斯。那第1句呢是当谓语，第2句是当主语很好。你看看啊，我信信吗？过古拉斯没有基可以吗？不可以，对不对？我信信吗？过古拉斯没有基就不能，对不对？所以呢，在句子里面跟单字是不一样的，句就要有句的功能OK， 所以呢，吉古拉斯当主词这是正确的来，我们再看下一位，请高玉老师，高瑜老师第3个句子。好，翻译是说我们去怎么样？去拜访古拉斯，对不对？好，现在呢，为什么不直接用古拉斯？为什么以及古拉斯？我们去拜访，现在是以及古拉斯是这个地方也是人名但是它现在是做什么功能？米利素是应该算及物，然后后面是受词对了，你标准答案。主词是卡密码，我们去拜访古拉斯，因为在这个句法里面，它有动词有主语，然后后面有一个受词，所以呢，以及古拉善，因为是受词，所以不能翻成米利说卡米吉古拉斯，不通嘛，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上次也讲过，当主语的时候是什么当主语的时候像吉古拉，这个里面当受词的时候呢，人名一定要变一吉古拉善，一吉巴那样我们这个上一次呢也讲到这个人称代名词的主格跟受格的用法所以呢，专有名词在这里呢有3个功能。好，如果我加第4个，我没有，其实还有2、3种比如说我要用属格可不可以就说这是古拉斯的车，怎么说？这个是古拉斯的车子好，那个古拉斯前面可能就要加一个属格你古拉斯，对不对？所以我们的人名也是专有名词，但是呢，它前面加你的时候，它就变属格，它又变成修饰语所以呢，当谓语、主格、受词跟这个属格当修饰语也可以。我帮你听尼古拉斯古尼这个时候会变成属格好，我再加一个刚刚比较难的我们在古拉斯的家过夜怎么说因为我怕难，原来你们这个班还可以弄难一点其实你们可以在我的书本里面可以看到，
我们在 Golas 的家过夜怎么说？有没有？许新燕老师可不可以试试看？你翻译一下。许新燕老师有没有在现场？老师好。好，你造个句子哈。过夜叫 Milafin 哈。我们在 Golas 的家过夜怎么说？Milafin ni rumah di Gulasan。Kami 是我们了。这样了，我在 Golas 的家过夜怎么说？我们在 Golas 的家过夜。Milafin kami kaku ni好，我只要用 Golas 就好了。所以呢，告诉大家哈，我这里把它写一下好了。这里面有一点难度对不起这个为什么不能写呢？要用什么方式才可以写字呢？要用，稍等一下哈。为什么不能写字了？为什么不能写字？我要把它。要用结束吗？你们看不到了吗？有，好，我写一个哈。好，我刚刚有2个嘛哈，我想说简单一点，结果呢，好，请看了，刚才的是Balisin Nicolas Bonini。好，刚才的是呢 ，Golas 这个字用属格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也可以变成修饰语，对不对？好，我现在呢，我在 Golas 的家过夜，简单还是用 Golas 呢？怎么办呢 ？Mi Lafin Ako i G Golasan， 知道这个字的用法吗？好，这个就会变成地方副词，知道吗？好，各位老师，你们看一下 ，Milafin Kako i G Golasan， 现在这个 i G Golasan 是等于 Iloma Nicolas 的意思了。我在 Golas 的家过夜，不是在这个人的身上过夜哈。跟这个 i G Golasan 这个字上一次我想过了，就是 Miliso Kako i G Golasan 这个当受词，为什么？来，我用红色的。你们各位老师，第3跟第5，你们能不能分辨出来？我复习一下。Miliso kami i G Golasan 跟我改成还是用 kami 了哈。Milafin kami i G Golasan， 好，我都用红色的。好，各位老师，这个分辨一下，第3个跟第4个有什么差别？可以看出来吗？第5个是地方副词。好，那第3个呢？第三个，所以这个就分析的。好，受词答对了。怎么看？你们怎么看？告诉我，如果你这一个会，你就能功力大增了哈。来，怎么看？为什么它是地方副词？一个呢？为什么是？一个是第3，为什么是受词？为什么这个是地方副词？怎么看？看前面的词啊。看哪里？看前面的谓语。你们还是对，我看谓语没错。Miliso是及物动词。对，我要的就是这个答案，好吗？好，答对了。
米利说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一定要有受词，这个叫做米利说。米拉芬可以当米拉芬过夜就过夜啊，它是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的吉古拉善不可能是它的受词了。所以我们一直强调及物跟不及物的问题就在这里啊。所以呢，这个字及物动词跟这个字不及物动词，同样的是谓语，但是后面这两个功能就不一样了啊。比如说，我喜欢古拉斯，马乌拉嘎古一起古拉善，马乌拉是什么动词？及物还是不及物？我喜欢古拉斯，及物动词，马乌拉对不对？马乌拉嘎古吉古拉善，它是及物动词，所以后面吉古拉善就变成受词。米拉芬嘎米一吉古拉善，米拉芬是个不及物动词，所以后面的吉古拉善不可能是受词，因为不及物就不会有受词嘛，所以它不可能会有受词。那一吉古拉善就变成什么呢？我画一条线，就等于什么？伊鲁玛尼什么？古拉斯就这个意思嘛，理解吗？一吉古拉善就是我们在古拉斯的加过夜是米拉芬加米一吉古拉善等于米拉芬加米伊鲁玛尼古拉斯的意思啦，懂吗？所以我们上一次讲过那个人称代名词的受格呢，除了当受词以外呢，也还可以当地方受词、地方副词。重点就是要看谓语是不是及物啊，如果不及物，它就是地方副词。所以那个及物动词跟不及物动词是很重要的啊。我想说，本来写3个，我再给你2个，这里后面是比较难，所以呢我没有写。但是呢，这样写你就可以帮助你了解更多哈。好，我们一样呢，刚才是人名，我们再看地名，我就地名用4个来。那现在呢，我们的地名呢就改成，我先把这个画面讲完了刚才是新叶老师讲完了，然后呢，这个米利巴奈，米利巴奈来。OK， 我们的家在太巴郎。好，本来是地名，达法隆是专有名词，对不对？我加一个一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地方副词。地方副词。好，现在它在这个句子里面担任什么样的角色？是谓语还是主语还是宾语？这我不清楚。这个是当谓语，很简单，闭着眼睛就知道，句子的最开头就是谓语，没有别的。我们的谓语一定在句子的最前方这个叫当谓语。那个主语呢？你看看主词在哪里？罗马尼亚对不对？因为罗马尼亚是一个整个片语了，罗马是一个正确了，罗马是对，可是后面有修饰语怎么办呢？罗马还是罗马尼亚意思是一样，所以呢，我们的家在哪里？在达法朗，所以达法朗用地方副词当什么谓语我们的家在法代安就这样，地方副词当谓语。像这个句子，人家说什么这个主事焦点、受事焦点、什么工具焦点，那个什么焦点，它没有动词可以来用了，这个就是地方副词当谓语，就这么简单你看呢，一代巴古罗马尼亚，一布松古尼亚罗努马哥，一大法隆古罗马阿哥，都是我们常用的话。这个是我们自己每天都在说的，所以呢，地方副词当谓语好，你念对了这个，后面呢，这个当什么角色，这个需要了解一下。像头才能够透彻了解的这个句子的那个功能好 ，Carry 5老师
啊，係第二个呢，再念一下看看。係你 mi ilisinku tafalong anini rumyak。啊，对了，很好。达法龙今天达法龙今天在丰年祭举行丰年祭，对不对？好，嗯，达法龙达法龙是个地名，对不对？是。然后现在呢，用古达法龙，那这个古米利辛古达法龙，现在蓝色的字是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什么功能？这个是主词啊，对了，就是主词哈，所以它古后面就是主语啊。OK， 很好 ，OK。一个是谓语，一个当主语。来，第三个，下一位 ，Sandy 沈老师 ，Sandy 老师 ，Iraku Maalai 不是马来纳爱在，我打错了哈，马来纳爱，马来纳是亲戚的，把 R 放在 Y 的后面就对，马来纳爱的马来奈吗？马来纳爱就是这个我写错，马来纳爱啊，马来纳爱是亲戚了哈啊，好，我们在这个上面念清楚，把这个字念的那个念清楚一点看。对，没有人这样是没有人听得懂。马来奈，不对。马来奈，努尼亚伊达拉风。请你加一点油，一个字一个字呢，马来纳爱。所以呢，如果要清楚的话，本来这边还有一个嘎就不会有错了啊。你看了？伊拉古马拉纳爱。不对，马来马来纳爱。答对，这样马来纳爱就是亲戚啊，亲属哈。係，伊拉古馬拉那愛努尼亞伊達法隆。好，我们太巴郎有亲戚了哈。来，达法隆本来是名词，加一个标记一的话呢，它就这个伊达法隆在这个句子里面当什么功能？受词。有吗？但有及物动词。没有，它是地方副词。对了，地方副词哈。伊拉国这个字，伊拉这个字后面都是过什么？到整个红的哈，我会弄一个红色。只要看到过后面，整个就是它的主词。主词是马来纳伊努尼亚马来努尼亚伊拉国，所以伊拉国这个字，伊拉是一个我们所谓阿美是英文教的有这个叫他们所谓的静态字，这是我们阿美是表存在的动词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伊拉国马来纳伊努尼亚我们有亲戚在哪里？伊达法隆，这里是伊达法隆，你说对了，这是一个地方副词啊，很好。最后一个我们就要休息10分钟哈。3D 生好了，来又回到前面了哈。王义杰老师在吗？最后一个给你。达法隆古南万努尼亚罗阿古。OK， 很好。怎么翻译？我的故乡的名字叫法达隆。老师讲，法达隆，这个太棒了。故乡名字。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用哈饭我要用什么？好，他说我部落的名称叫达法隆。好，现在这个句子呢，达法隆是名词，你加乌以后，它变什么功能？它变主词。主词主词过这个古安安才是主词啊。变主语。也没有啊，刚刚有跟你们讲过，放在句子的最前面的一定是什么？你刚没有在听我的解释啊？一个句子的最左边最前端一定叫做
谓语嘛，就是谓语嘛。现在谓语是我打发弄嘛。我的名词 glass 不是这是我的孩子怎么说？应该是乌娃娃努马哥古尼尼乌娃娃，这个就会变成谓语啊。记得啊，句子里面的最左边的句子，最左边的那个词一定是谓语，但是谓语不一定是动词。从这里面你看看呢，谓语你看了啊，这个吉古拉是谓语，乌星西努马哥也是谓语，米利索是谓语，乌巴利汀你告诉你，乌巴利汀是谓语，米拉芬是谓语，你看伊达法隆是谓语，米利信是谓语，伊拉是谓语，乌达法隆是谓语，只要是第一个字都是谓语，其他的你自己找主语。所以我们第一开始的时候都要你去找主语跟谓语在哪里。所以这个谓语跟主语很重要，谓语是已经在这里了啊，一定是在左边的第一个字啊，或是第一个片语。那主词呢？你能够找到主词是谁，谓语是谁，宾语是谁，你已经成功一半了。所以呢，这个看阿美语的句子啊，一定要先加，一定要把那个句子的概念抓紧啊，谓语是什么？然后呢，主语在哪里？宾语在哪里？如果没有，如果是不及物动词，就不可能有受词，不可能有宾语，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到这里呢，专有名词讲了这1个小时了啊。然后我想刚好1个小时，我们休息10分钟，让你们先了解一下。我这个画面呢，还是这个让你们看一下啊，你们稍微有一个时间复习。我待会儿再讲后面的部分哈。好，现在是8点，我看一下哈，8点7分，我们8点17分，我回到画面上来。晚上好，米兰弄跑给大好，吗？有在线上哈，好的，刚刚我们上完了这个专有名词啊。可能专有名词可能要上2次啊，可能1次上不完。好，我们现在呢，我们试试看啊，给你们有一个造句的一个机会呢。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里啊，刚才是一姐老师也上过了哈。然后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跟刚才的那个句法是差不多了。我给你们有一个呢，你看这个那么是人名，然后呢？有没有办法把1、2、3、4、5这个人名用当谓语的时候怎么用？当主语怎么用？随便我们想一个句子，用我们很平常用的句法。如果不要怕错哈，我老师会指点大家，然后怎么样去处理，可以当谓语、当主语、当宾语、当受格。这个属格当地方副词啊，那么这个字啊，理事长吴连成理事长，你来带头一下吧。第一句，那个吴连成，当谓语啊，当谓语，试试看。用谓语的话，吉那么公安安诺马过。对了，100分哈，标准答案。因为呢，我奇怪怎么不能写字啊？我再看一下，我要有我可以写字的那个什么，你稍待一下，没有，我一定要可以写字，我才有办法那个，好，可以了哈。你看啊，吉那么这个字呢是一个吉。那么吉那么就是一定是最前面的，你下一个过就变成后面是主词，要有谓语有主词，它就变句子了嘛。过，然后呢，吉那么公安谁的名字 ？no 什么？罗马过，这个就是谓语 ，OK？ 好，理事长的
你考上优级的是没话说了，因为他已经会用这个，也会用也会活用啊，所以他应该是在最前面，他已经变成谓语啊。吉南摩是专有名词，它也可以，它的功能可以放在前面，它变成谓语啊。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位呢，我们再请那个介宏老师，可不可以把那个第二句当主语？有没有办法造个句子啊？介宏老师可以吗？好。Maula di namo gumaan tu bunga 啊，好什么乌拉di namo，然后呢gumaan tu bunga tu bunga，好，标准答案哈。马乌拉是谓语，对不对？吉南莫现在是当主语，所以呢，他很喜欢吃地瓜，你已经很不错哈。你还要用联动用法，马乌拉这边有古马案两个动词中间加啊，你会用联动用法是很不错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吉南莫又可以当主语了，对不对 ？OK， 这是标准答案哈。那第三位老师。那个苏贤，哎，当受格可不可以来练习一下？当受格的。米里苏嘎古伊吉纳姆汉。OK， 非常好。米里索嘎古就主词，有谓有主词。米里索你用的是及物动词，所以呢，如果一般名词都是多娃娃。我要拜访我的孩子，可是这不是名词，不是普通名词，这是杜娃娃是普通的名词。我们现在是人民的话是人民的受格一定是什么？把这个改成什么？对不对？那么汉，好，那么当受词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的答案啊，苏先生写的正确了啊。米列说卡归去了吗？那么这个当谓语、当主语、当受格、当宾语啊，这个都是正确的答案哈。OK， 再看好，这是标准答案哈。那再下来林惠美老师，惠美老师可以造一个句子吗？属格啊。林惠美老师，属格你可以用吗？可是不会耶。属格通常前面加 no 嘛，或是你嘛，对不对 ？no 是一般加名词，人名通常用你或是那。还想不起来耶，老师。想不起来啊？好，我给你中文可以吗？好。好。我很喜欢南莫的家，我喜欢南莫的家。Maulah kaku tuluma ni namo。这个就是你啦，就是变属格啦。你看啦，马乌拉卡古多鲁马。好，我喜欢家，谁的家？属格就是南莫的家，所以要叫你什么？你那么，它就变成这个地方我打错，那么这个是人名呢，然后呢我要用属格，那你就奇怪为什么会跑到这？这个可能是有一点用黑的不好啊，我改成的好，你只要你那么你用你，它就叫属格啊。属格就是你这个字啊，所以呢，属格就是修饰前面的罗马，那么罗马你那么就是那么的加，就这样，这个就变属格了啊。好，最后一个呢，
啊，这个这样就正确了哈。好，最后一位，刚才谁？惠美老师对不对？好，林智慧老师，地方副词有在吗？喂，试试看好吗？好。你地方副词好。Itiraga ko itinamuhan ang Malafi。好，你还是这个是你用的是强势句啊itiraga ko itinamuhan ang Malafi。好，就是说Malafi kako itinamuhan啊，或者是如果说呢itinamuhan kako ang Malafi，那个句法是中文的都对啊，但是这个句法是有不一样的表达方式啊。好，你先谓语用动词是吗？Lafi kako itinamuhan。对，namuhan。好，这样的话就正确了啊。好，这个呢就表示地方副词。Malafi kako 就我吃饭了。好，因为它是马拉菲这个字是不及物动词，所以itinamuhan就是我吃饭是在拿莫的家嘛，对不对？所以它就是等于等于这个是rumah ni namoh 是这个意思啦。我吃饭是在他家吃饭，rumah ni namoh itinamuhan 就是 rumah ni namoh 啊。就是这个用法 ，OK， 好，你们已经知道了，所以一个名词人名都就那么多种功能啊，所以大家从这样的一个句法里面可以了解到现在刚刚讲完的是专有名词的用法 ，OK， 好，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没有的话，我们要讲另外一个句法了哈。没有问题哈，改另外的 PPT 那个什么，改另外的这个画面了哈。好，再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的。好，这个第二个呢，我们叫做普通名词。普通名词是指一般人事物的名称啊。普通名词就普通爱嘛哈。普通哎就是普通。什么叫普通名词？就是很我们就是所谓的人的称谓啦啊，普通名词人的称谓啦，身体对不对？我mata，我鼻息，我tangi啦，我说我有什么的等等哈自然界的名称我佛其他我什么都那弄我리알动植物的名词啊 ，vafoy、ulateng 等等哈，ukilang upapa 都可以物品名称物品比如说usasorit、usasisit、usutlal、uimpits、usapal 等等。手工艺品 ulusit、ufudoy、utamohong 等等。昆虫的名词，昆虫，比如说 kacumuli、atikak adipangpang 包括蛇 honor 等等，地理、历史等等好，这个地理历史，比如说Usarayan, Uchikiw, Ukungko no Matoasai 等等这些东西呢，我们都叫做普通的名词普通名词比较容易。普通名词我们找跟人有关的普通的名词。刚才专有名词是人名嘛，好，人
当操啊，我发黑，我发奶，东西呢，我随便阿拉伯等等啊。你看我们普通名词，我们来看看，跟刚刚我们所研究的是差不多。你刚前面懂了，后面就应该懂。你看，我随便找信息哈，这是人嘛，信息我们找娃娃也可以，信息也可以，伊朗也可以都可以啊。而是要有人物有刀机什么，有信息，这些都算是人的不一般的名称啊。你看，我信息古伊娜努马古，我的妈妈是老师。好，现在呢，我的妈妈是主词，我信息当谓语，所以呢，我的妈妈是老师，所以那个“这个字好像是英文的是什么？我的妈妈是老师所以这个是有数部的功能就数词，所以它可以当谓语，就是因为有放在句子的最前端，它这个一定要加名词，所以我信息就是 is my mother is a teacher 就这个意思好，再看第二个。带你过信息的念，好，你俩的嘛是时间，不要管它。带你是个谓语，谁来呢？信息嘛，带你过信息念，我们的老师来了，所以现在是当主语了信息用它变成谓语，过信息又可以当主词。好，mi para to si mama ako to 信息 to lemaka ko， 我爸爸呢告知我爸爸告知老师我所作所为我 to lemaka ko， 所以那个 to 信息你加前面加 to， 它又会变成受格。所以呢，名词你要有一个标记在前面，你一个数格标记它就要当数词，当主格标记在前面它当主词。都受格标记放在它可以当受格，所以呢，名词呢，它就可以当谓语，可以当主语，可以当的什么这个宾语跟前面的专有名词是差不多的。好，人所以人也可以来，我们再看看东西物就是指东西。我可以这里，我阿拉贝努马哥给你安，这是我的筷子。阿拉比是个名词筷子努马过是我的筷子，这是我的筷子，所以呢，这里的谓语就是阿拉比。但是呢，后面有修饰语呢，努马过是我的阿拉比，因为修饰语不是严肃，它只是多说一些阿拉比的这个事情而已是我的筷子，这是我的筷子，所以主语就是给你按古尼尼也可以。如果努马过没有的话呢？你看我阿拉贝古尼尼，这是筷子，就是变成只有这样这是筷子。我阿拉贝努马过古尼尼，我阿拉贝努马过给你安，这是我的筷子。现在呢，阿拉贝也可以当谓语。再看第二个，乌马拉塞过阿拉贝努马过，然后现在呢，阿拉贝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在第一个位置了。乌马拉塞过阿拉贝。马拉塞是铁质的，我的筷子是铁质的铁质的筷子所以我们古尼尼就变成主语。最后一个呢，米扎盖嘎果多法罗海阿拉贝。好，这里呢为什么会变中间有多一个立黑色的字呢？米扎盖嘎果多阿拉贝本来是这样。因为我前面加了一个前置修饰形容词，新的法罗海那把那个前置修饰形容词拿掉的话呢，就变得很死板了。米扎盖嘎果多阿拉贝，我买筷子，变成这样而已所以阿拉贝它仍然是东西，所以呢，它又有当谓语。也可以当主语，也可以当宾语，所以在我们的句法里面呢，
主语、主词或者是受词啊，主语跟宾语呢，我们都叫做名词相等语，就是等于名词的东西啊，只要是人是物都可以啊。哪怕哪一天是一个整个句子，把它变名词了之后，它也可以变成主语或者宾语，甚至于当谓语。所以呢，这个名词的功能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你如果知道我们阿美族的呢语法的那个句型的一个特性的话，你就这个可以活用我们的句子。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就会直接像那个没有学过主语的小朋友一样啊！我的爸爸是古拉斯，我的爸爸马古，我在讲马乖。马乖妈妈古拉斯，那就不通了。可是这个我们句子不是可以调动吗？但是调动也要有调动的一个句法的一个语系啊，不是随便用中文或是英文的，你就直接把它翻下来，这样的句子是阿美族的齐老师听不懂的啊。好，跟专有名词都差不多，可以有3种这个。在句法里面的谓语、主语、宾语都可以。如果你加一个属格也是一样。那我干嘛按努星系古尼尼啊？如果你要加 no 啊，也变成属格了。但是我最重要就是3个先把它搞懂哈。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啊，练习一下。我们现在加一个，我们来练习刚刚这个练习。现在呢？刚才是专有名词，我们现在看看普通名词阿拉伯啊，等一下我把这个字，我现在多了一个啊，刚才轮到的是谁？林智慧吗？还是林智慧老师啊？来，不要跟刚刚讲过的一样，你可以自创一下哈。来，陈学圣，陈学圣，你来造一个句子。当阿拉伯当谓语。阿拉伯ko sapikaan numaku. Sapikaan okay, sapikaan numaku, sakamaan numaku, sapikaan numaku。这个我看看啊。sapi 当工具是可以的 ，sapi， 比如说我阿拉伯过 sapi， kaan， 我阿拉伯过 sapi， 这个地方你突然用这个字好像有一点点要讨论哈。sapi 这个字是作为什么工具用的 ？saga。马恩那个就是作为吃的东西哈，沙比跟沙嘎恩比较少用，沙嘎马恩那个多卖哈沙比嘎恩那个是你除非后面还要加东西，你如果说没有加名词的时候，沙比嘎恩那个多我阿拉伯个沙比阿拉伯那个我用筷子作为工具的，我阿拉伯个沙比sapi 阿拉伯阿哥都西纳菲尔是可以这样子用要不然说我阿拉伯个萨嘎马恩的马哥那个就我吃的时候是用筷子来吃饭这样就不等。所以 sapi 的话后面通常都要东西，这是我们的习惯，比如说我用筷子来夹东西，我阿拉伯个 sapi 阿拉伯大哥都新纳菲尔都滴滴都可以所以那个沙比跟沙嘎的话就后面都不要加，沙嘎古马安那个所以基本上你的句子是对的，可是习惯上呢沙嘎古马安那个，如果吃饭的时候古马安就是我用来吃东西的时候是用筷子，沙比阿拉沙比sapi kaan ako你刚才用什么 sapi kaan ako to 这个比较像中文的表示
我用筷子来夹肉怎么说？我阿拉贝果沙比，我用筷子来夹，夹就是筷子啊。我阿拉贝果沙比，阿拉贝阿果多西纳弗尔，这样就会通了。这是我们的习惯啊。我阿拉贝果沙嘎古玛诺马贡啊，它就可以了，后面都不要加了啊。好，这个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啊。所以有时候啊，语法通不合乎习惯啊。我有看很多人的书，就语法外国人就是这样啊，他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句法的习惯啊，他站在用语言学的角度去用的，去问这，好像是对哦。傻逼通常都是工具，傻逼都是傻逼是做什么用的？是一个表示工具的一种前缀。可是我们就没有这样讲了哈啊，所以sabi alapit ako to sinafel ha. O alapit ko sabi alapit saka kumain ako啊，saka kumain ako， 所以我用筷子吃饭啊，sabi kumain 就没有讲 sabi maan 一定要用 sabi， 那是工具。什么工具用呢？就用来去夹菜的，或是什么的啊？这个你突然给我一个灵感，就沙比跟沙嘎啊不一样啊。如果沙嘎古曼那个就是我吃饭用的，这样而已了啊。沙比的话呢，沙比干那个多啊，但是沙比干应该是沙比rawi sako， 我用筷子来伸上去抓都可以啊。好，这个可以回去想一想看看这个有什么特别的用法啊。好，我们再看学生这个句法是句子没有错，就是后面 sabi 跟 saga 的用法有一点点习惯上的那个部分啊。文法对了，但是习惯没有很少用那个 sabi 跟那个这样啊。老师请教一下，哎，那如果我说我阿拉比古 sabi adam 都弟弟，可以吗？我阿拉比古 sabi 什么？我阿拉比古 sabi adam 阿古都弟弟，就是我用筷子来夹。哦，那个夹也不是阿adam咯。比如说哈，盖房子的时候呢，怕那个，比如说怕中间会流失，用两样东西把它夹起来，让一个东西不会跑掉。什么？adam，所以我阿拉贝古萨比阿拉贝还是要用那个字，我用筷子来夹，那个夹这个字，adam 是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桌子，比如说，比如说那个，比如说你打了讲义很多张，对不对？很多张的讲义，然后呢，你一定要有东西把它夹起来，那个叫 adam 是把它夹住，不要让那个纸散开来。所以我们打了10张纸以后，你要准备寄公文出去的时候。你要有那个夹子嘛？夹子是 adam， 那个就是绝对不是筷子，筷子有筷子的功能啊。所以呢，你要夹东西的夹是用那个夹跟这个把它那个夹是不一样的用法。所以我阿拉贝古萨比阿拉贝我阿拉贝古萨比阿拉那么过多可以用来那个我阿拉贝古萨比。我阿拉贝古萨比，我阿拉贝古萨嘎古马安那么过就可以通。我阿拉贝古萨比，那后面一定要有东西用来夹。阿邓的话是另外的用法啊，所以你的中文的意思就是说我用筷子来夹。那都变成夹，就会变成了要夹东西，是不让东西呢跑掉，那个用法。所以那个夹的意思跟这个吃饭这个夹是不一样的。
所以阿德们大家比如说我们房子盖好之后呢，那个屋顶哈，一定要用什么竹片或者是那个藤条把它固定起来。阿德们的在一个疏过呀过发大风啊，有时候会是这样，它不会滑下去，所以一定要有东西把它夹起来。所以这个刚好阿拉伯这个字，这个我没想到会泡出来那么多东西啊。如果我们常常吃饭的时候，你有的是用汤匙来夹那个什么拿菜，kalau阿拉伯ku sapi阿拉伯tu titik这个yang ku kamai所以我们通常说阿拉伯灯kurang titik就好了啊。那我阿拉伯ku saka， 所以我们简单的话是，我用筷子吃饭的时候，我阿拉伯ku saka kuma en namago， 这样就可以了。就说他用筷子来夹那个花生呢，我阿拉伯ku sapi阿拉伯ningra tura ku lasing 也是可以，还是用阿拉伯的，吃饭都是用阿拉伯的，不能要用阿登，阿登是另外的意思哦。好，来，信息。好，下一个宾语看看哈，阿拉伯，看看，下一个是高宇老师，你看不可以阿拉伯当受词看看？嗨，老师。你试试看，可以吗？当宾语看看。宾语受词。你只要有宾语，就要想办法，它的谓语是个及物动词。标准很好啊，马欧拉嘎过，马欧拉你用的是喜欢，后面就会有阿拉伯的。马欧拉嘎过多，刚刚阿拉伯，我喜欢红色的笔啊，当然这样就正确了啊。这个，所以你就会在这个句子里面呢，你就可以这样子用。所以一个名词，这样子用法以后，就慢慢活用起来，你就会知道这个阿美语的句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哈，很好，这样子 OK 了哈。米利巴奈，请你用属格看看。属格。因为阿拉伯是一般的名词嘛，你要挪阿拉伯，我给你一个暗示嘛，筷子的什么东西嘛挪阿拉伯，属格。属格。筷子的什么东西，你就这样就可以写得通了。好，我用中文给你啊。好的。好。筷子的颜色是红色的，怎么说？我刚刚也古阿拉伯，古那阿拉伯。我刚刚也古正了，你要讲颜色哈。我刚刚红色，颜色是红色的。我刚刚也古正了那阿拉伯。我刚刚也古正了那阿拉伯，这样就通了。所以阿拉伯这个字，它一定要当属格的话呢，你前面一定要有名词嘛，属格加你看 no 阿拉伯对不对 ？no 阿拉伯它是一定可以当修饰前面的名词。我刚刚也过整个红色的嘛，彩色是红色呢，色彩是红的，什么的色彩？衣服的色彩还是阿拉伯的色彩？你只要将 no。这样就可以用了，什么的句子都可以活用啊，只要这个句子活用以后的其他的那个什么，就可以代换呢，红色我刚刚也过整个 no 阿拉伯或者是 no 尼阿拉伯也可以，这个筷子的颜色是红色，你这样我刚刚也过整个 no
你阿拉贝也可以啊。no阿拉贝这个，我中间加一个形容词，那个前置就是形容词，那这个句子我先造个句子啊。我造一个句子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我造个是我刚啊我整个转盘句子上颜色是红色，本来是这样啊。我刚我整个罗马安 no 阿拉贝这个要用 Times Newman 好了。好，那你看一下，我刚刚过整个阿拉伯，那这个没有特定，好像不太合符啊。你看呐，我加上过整个，我要用形容词写 no 你啊，用形容词型的哈。我加一个这个啊。no 跟 no 你啊是一样的意思 ，no 是不特定的，这个筷子的颜色是红色的。我刚才要过整个 no 你啊阿拉贝，用特定的会比较好。这个筷子啊，要不然只有用 no 的话呢，好像你看 no 只有 no 的话 ，no 阿拉贝。不是所有的筷子都是红色的嘛？你用特定的话 ，no 就是 no 你啊，你要放在前置的话啊，用形容词型的。我刚刚过整个 no 你啊阿拉贝这个筷子的颜色是红色的啊，这样的话呢就很合乎我们的习惯了啊。所以呢，你只要加 no 啊，就可以通了啊。所以呢。一般的名词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它仍然可以有这么多可用的功能可以变化啊。好，我们剩下几分钟，我们现在这里呢就开始提到一个生活名词要讲一下啊。我们后面呢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但是呢，我们现在把这个生活名词先讲一下就会比较好啊。请看一下。我这个是花好久的时间才想出来，原来阿美族有这样的特色。请看，中文的部分呢，我放大啊，我念一下这个地方哈。这个叫做生活名词，这个是我给的名称哈，我定了就定了，大家就活用就好了，也很合乎我们的那个生活逻辑。生活名词顾名思义就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名词。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名词就是人事物的名称。在阿美语的句法中，名词没有单数、复数的形式和规范。换言之，句法中要提到名词的时候啊，不会特别说是单数还是复数啊。比如，这是一本书，我们从来不会讲说一本，我主拉给你按就好了。啊，不会有一这个字，我主拉给你按这是书。本句不需要特别把一本这个字这个语词呢表现出来。好，生活名词跟普通名词最大的差别在于构词，什么意思？例如 ，lodok 跟水 nanom， 我们都是名词 ，lodok 跟 nanom 都是名词。注意到这两个字啊。最大的差别在构词，例如山跟水都是名词啊，但是 lodok 是普通名词，你怎么知道？你看下面就知道，不可以不可以附加前缀 mi 来构成 mi lodok， 这个就可以看出来。所以我们要检视这个字是不是一样。我们不是用 s 用复数来检视它能不能数
我们没有单复数的问题。我们要去检视我们的名词的差异呢，我们要用的是它可不可以加动词，可不可以变成动词？你看看，如果不通就不是，它就表示两个不同的性质。在中文里面，罗多跟南弄都是中文是一样的东西，可是阿美族不是哦。罗多13是普通名词哦，为什么？因为不可以加前缀咪来构成动词，咪罗多没有这样的用法了。但是南弄呢是生活名词，为什么？可以直接在前面加咪构成咪南弄就变喝水，所以呢一个字咪罗多没有这样的说法，咪南弄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有些字不能加咪，有些字可以咪。什么东西可以加咪？你看看啊，只要在跟我们生活里面，我们要去做什么做什么。咪嘎碎哦，嘎碎这个名词是叫咪嘎碎，可以加咪的，就是生活名词。好，拉麦这个字是海苔，水里面也有水苔，还有海米拉麦跟咪哎。拉麦这个字看米拉麦它就可以了啊。否定这个字可不可以加咪？可以，米否定可以啊，那就可以啊。来，随便找一个名词，沙巴有没有？桌子，安能安可以吗？也是名词。米沙巴又不行，米安能安又不行，奇怪，都是名词，为什么有行有的不行呢？啊，因为它性质不同。所以呢，米罗多不可以，米南弄可以。好，螃蟹呢，嘎浪可以不可以？我问大家，嘎浪这个字可以，是可以，对不对？对。所以嘎浪叫做什么？叫做螃蟹。米嘎浪就是生活名词，对不对？你能不能判断出来？那个有些字呢，来，我再问一下啊，主拉。书到底是普通名词还是生活名词？普通名词。我加一个，你加一个，米苏拉可不可以？米苏拉可以啊，可以，米苏拉可以，对。所以它就是生活名词，很容易判断啊，这个来 ，in bits 啊，铅笔，普通名词还是生活名词？普通名词啊，对了，因为它不能名 in bits 嘛，对不对？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呢，好，请看生活名词。好，所以很容易判断的，生活名词就是呢，这个名词可不可以直接加咪啊？不能加咪的，你看米南弄有米罗多，好，同样的我用一个字，大家来判断一下，房子怎么说？罗马。好，罗马是生活名词还是普通名词？普通名词。普通名词，为什么？可不可以叫米罗马？不可以。可以。不可以，对不对？这是第一段呢，后面还有下一段呢。如果我加了一个词干呢，罗马前面加一个沙罗马以后呢，变成词干以后，可不可以加咪？可以。可以。米沙罗马又可以了。所以另外那个是后半段哦。现在我是讲词根哈，词根直接你怎么样去判断它是及物啊不那个生活名词跟普通名词？你看啊，米嘎水、米拉德、米嘎浪、米夫丁这个名词都可以直接加咪呢，都叫做生活名词。好，罗马这个字是一般名词，没有米罗马，除非你加一个词干，加个词干是沙，很常用的是一个沙罗马这个字，沙罗马以后呢，你前面就可以加米沙罗马。这个是另外一个后半段。来，再用一个来，大家来解释一下，大家什么叫做生活名词？所以呢，很容易判断啊。来，屋顶哈，法拉轰有没有？法拉轰是屋顶，它是普通名词还是生活名词？
生活名词。生活名词，答对了。你发的轰干嘛？那就通了，对不对？是不是很容易判断？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东西啊！原来名词还有分类，所以普通名词啊跟生活名词第一个分类就这样，后面还有一些哈。那我们看一下，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把这个画面讲完就好了。生活名词它本来就是名词，但是呢，它可以加咪，请看一下，你看。它本来是名词，名词它本来都有加 u 呢。你看名词它可以当谓语，可以当主语，也可以当宾语。你看一下哈 ，unanom no sawasko 放再来啊 ，sa u 加 n 有没有？还是那个矿泉的水呢？山泉水来当那个什么泡茶用的是最好的水。unanom no sawasko 放再来啊 sa u 加 n， 这个现在呢是当做谓语。好 ，nanom 也是名词嘛。当名词有3个功能嘛，来再看 ，bangta gunanom no tarawadaw ikasinawan， 冬天呢，河流的水都比较浅。好 ，gunanom 这个是当什么功能？它现在句法里面有当什么功能？第一个是当谓语，这个当什么 ？gunanom 是当主语，对不对？好，第3个。Parada ko itang ako tunanom itamianan， 那后面的 nanom 呢是当宾语啊，所以它本来就是名词，所以它仍然有谓语、主语跟宾语的功能。好，现在呢，前面加咪就构成动词了。那 nanom 这个字呢，好，直接加咪。Minanom kakuto nanom no sawats， 我在喝山泉水。Minanom 这个字就可以直接加，所以 nanom 这个字啊，这个名词加咪就会变成动词了。所以 Minanom kakuto nanom no sawats， 所以呢，这个名词呢可以变成咪动词，就表示它是个生活名词。好，mau lah ko pangzah a。Minanom to lita在 ananom， 阿妹说爱喝冷水啊，所以这个呢 ，Minanom 它又变动词，所以 maula 跟 Minanom 这2个动词中间加 a， 这个呢后面就会变成受这个受格的模式啊，整个是联动用法。Minanom to nanom lita在就是阿妹说喜欢这件事情，对吗？喝冷水的事哈，就是所以呢，我们从这里去判断了。生活名词是有这样的特性啊，所以我们就把刚才说过的啊，生活名词顾名思义就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名词啊，就是在生活上我们会用得到的啊，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定位它啊，比较虽然在别的书里面可能找不到，但是呢。这样就一看就了解，所以这个也经过很多的思考，要用什么名词啊？这个是我们阿美族比较特别的名称啊。是所有的语文呢都有普通的名词，但是呢，只有阿美族有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呢就暂时，因为后面还有别的东西讲到静态词啦、状态词等等啊，我们下一次再谈到那个其他的部分。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名词的部分呢，我们今天想到3种啊，我在下课之前呢，我再给大家做一点整理啊，名词有5种啊，一个叫专有名词，一个叫普通名词，一个生活名词，还有呢叫做静态词，还有状态词，这些词都是名词，但是它有不同的用法啊。但是不同用法有比较特别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生活名词是用 me 来解释它啊。如果不能用 me 来构成动词的话，那个叫做普通名词。可以用 me 变成动词的名词呢，叫做生活名词。那好，什么叫做静态词跟状态词呢？那我们下个礼拜的时候我们再讲。我想今天呢就暂时先讲到这里，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你要知道名词
它供的不是我们只知道说它只有是个名词，其实在句子里面，它有时候可以当谓语，可以当主语，可以当宾语，可以当属格，可以形容词，还可以有时候是会变成地方副词。怎么去使用？我想说，你如果有时间的话，再回头看一看那个语法书啊，你就将来呢就会。你越熟练，你用的时候就会变化，就会更加的这个流畅啊！我想说，语法书不容易念通，但是呢，你可以一次又一次的去看熟了以后，你自然就会融会贯通哈。好，今天在这边呢，那么大家这个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啊。那各位老师。好，papi先好嘞，papi先好的，好，大家好，今天好像这个读起来好像脑袋没有冒烟就好了哈。好，那我们时间已经到9:06了啊，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没有问题，我们就要准备要休息了啊。好，阿赖谢谢。好，今天好来，谢谢。好平安。阿赖。他有来。